哋見到一個人口老化嘅趨勢喺度，咁啊對呢個醫療服務嘅需求亦都係非常之殷切啦，不斷上升。而呢一個咁嘅趨勢咧，並唔係講緊3年4年一個短嘅趨勢，而係我哋相信咧會有一個超過10年嘅趨勢喺度㗎。可能要睇多過一科啦，咁檢查就基本上都要嘅，咁就同埋亦都有啲可能要做一啲物理治療啊，或者係一啲復康嘅嘢。咁如果喺埋同一個大廈咧，咁對病人嚟講，絕對係一個好事咯。寫字樓供應持續過剩，政府暫停賣商業地，但係全球經濟環境唔明朗，令商廈嘅空置率難以消化。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報告，舊年整體私人寫字樓空置率升至16%以上，創新高。而今年落成量亦預期大增1.1倍，以油尖旺落成量最多。商廈業主唯有積極尋找出路，為商廈設針對性主題，亦係方案之一。顧客嚟睇醫生嘅時候，佢哋可能佢睇嘅第一門科目咧，未必係能夠完全係解決到佢哋嗰個醫療嗰個需要嘅。咁佢哋都會有啲 referral 出現啦，譬如可能要再做一啲檢測啊，再做一啲體檢啊，或者去揾其他科目嘅專科幫佢哋咧去睇症嘅。咁所以咧都會有一個協同效應。人口老化令醫療保健服務需求大增，但係要成為醫療商廈，亦要符合建築規格。我哋棟大廈咁咧，其實我哋 lift 入邊個 size 咧都係有精心個計劃過㗎。咁唔單止係好寬敞，甚至乎咧響有需要嘅時候一啲 ambulance 佢哋一啲擔架床，佢係需要入 lift 咧，其實我哋都有足夠嘅位置。重型嘅一啲醫療設備，譬如 PET CT 啦、MRI 啦、CT 啦，呢啲比較複雜啲嘅一啲儀器咧，其實佢哋需要一個高嘅樓底。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承重。我哋嗰個樓底高度咧，最高係可以去到5米高㗎，即係層與層之間嗰個高度。咁另外咧就係每一層嗰個承重能力。咁譬如我哋呢棟大廈為例啦，最高嘅承重能力去到一啲特別嘅樓層係可以去到7.5個 kPa 嘅。仲要需要有穩定充裕嘅電源以及後備電力，以防突發性停電影響緊急醫療操作。發展商話多種硬件配套嘅要求令商廈建築成本一般高約3至4成，但係租戶嘅回報相對穩定。醫療嘅租戶啦，或者醫美嘅租戶咧，佢哋嗰個租約其實係比較穩定嘅，亦都好現實咁講，其實呢啲租戶咧，佢哋要揾一個地方去做佢嘅生意，呢一個唔係一個短期嘅生意嚟㗎。佢哋都希望做到佢哋嘅口碑、佢哋嘅品牌，所以咧佢哋係想去一啲高規格嘅醫療大廈嗰度去營運。咁如果佢哋能夠做得好嘅時候咧，往往佢係不斷經過時間咧，就會儲到佢哋自己嘅忠實嘅一啲客人。咁亦都係因為咁樣係可以支持到佢哋咧更加長時間係停留喺一個醫療大廈嗰度。物業顧問行話，某啲專業行業嘅租戶較唔受經濟影響。經濟固然有影響，但係經濟都會同醫療就最唔關事，就係你病始終會病。咁我諗點病都好，都係需要睇醫生嘅。咁所以我諗對經濟影響比較少嘅行業咧，應該醫療係算係比較少嘅。如果個區嘅需求原來真係咁多人住，亦都有咁大嘅需求咧，可能都會將部分非核心區嘅寫字樓咧，都可能會轉埋去做呢啲咁嘅醫療商廈。不過醫療機構指，雖然醫療商廈有一定嘅需求，但市場供應唔會一下子大增，即使舊商廈改建，亦難以符合要求。即係舉例，譬如有好多金融服務嘅機構咧，啲國際性嘅咁佢可能有個要求咧，就係話喺嗰個大廈嘅出入咧，全部都要登記啊，即係最少都係之前登記啊，或者係喺櫃位嗰度又要抄低你個啲細節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咁如果咁咧，喺我哋作為睇病嗰個角度咧，呢個相當唔理想啦。因為求診嘅病人咧，有病嚟睇啦。咁其實可能都長者多啦，咁可能會坐輪椅啦，出入方唔方便，會唔會多樓梯？咁所以咧，呢啲出入嘅咧就係一啲特別喺中環區咧，其實就好難揾到一啲冇樓梯，即係喺地面冇樓梯入到去嘅一啲商廈嘅。選址方面，物業顧問指唔同醫療集團會有自己嘅獨特定位。
每個地區有佢個好處或者壞處，咁啲醫療集團自然會選擇，如果佢做某一個市場嘅話，佢自然會揀某個區去符合翻嗰個客戶嘅需求。尖沙咀好明顯就係好多保險行業最集中嘅地方，亦都係好多國內客喺度買保險之後就做體檢，所以尖沙咀嘅優勢就係好多一站式嘅服務可以提供到。租戶期望喺經濟前景唔樂觀底下，需要考慮點樣去調整租金同裝修配套。醫生都唔會話即係又唔交租啊嗰啲咁啦，係嘛嚇？咁所以其實呢個喺個過程中間，我相信如果業主肯去諗下，咦喺租金度點樣配合啊？喺嗰啲特別喺裝修嘅配套嗰度咧，點樣配合咧？其實會對醫療集團同埋醫生有個吸引力喺度。